地方的消息来看，台南的银控区公所近期是办理零国泰能源招考，每个月薪水加奖金上济会当领到4.7万，这届是有8人来报名。公所为着表示慎重，佮特别跋杯请示地藏王菩萨，请菩萨来拍分数。看到考生正虔诚，伫咧地藏王菩萨的面头前咧跋杯，跋到几个圣杯是关系到因考试的成绩。这是伫咧台南银控区公所招考灵骨台预购人员头一届互地藏王菩萨来参与测验。那在这个场域里面，也是一个人神共治的场域，所以想到说，应该也可以纳入一下跟我们一起工作伙伴地藏王菩萨这边的一个意见，所以就有12分的配分提供给地藏菩萨来，请他来做一个面试，打个成绩。其实这场考试笔试的成绩占50%，书面审查占21%，面试占10%，术科测验占7%，因为向地藏王菩萨跋杯是占12%。落尾综合分数相关的录取者、王小姐，唔是笔试分数相关的，嘛唔是跋到上济上杯的人。伊嘛讲这是头一届去引头路，佮拄到爱跋杯来算成绩的。一般我们去拜拜是都会跋杯，就是求职才是第一次。然后对啊，因为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比较不一样，就是要替菩萨来服务，也是希望菩萨能够允杯说让我们能够选择适合服务这边。录取者逐天的工课包括爱扫涂骹、带人去看塔位，佮爱烤草、修剪树位等等。伫咧这么热的天气，要做这石头实在无轻松。不过要录取，除了靠家己打拼以外，嘛得爱得到生命的认同佮保庇。这届8位考生当中，有人是有硕士学历的，也佮有2位考生是跋到4个圣杯。虽然这届无录取，不过佮会当等待11月招考。记者综合报道。